2007年1月，台灣金融市場突然爆出一個幾乎令人唔敢相信嘅大窟窿，731億新台幣就咁喺一個龐大企業集團同金融體系入面被偷空。銀行門口由朝早排到夜晚，全戶驚自己一世積蓄化成烏有，有人拍住玻璃門追問，有老人家急到暈低。檢調人員衝入力霸集團同黃又曾嘅住所，先發現真正最關鍵嗰個人早就走咗。佢唔單止走得快，仲帶住最受寵嘅4房太太離開台灣，將公司債務、刑責同一大堆簽過名嘅文件全部留俾身後嘅家人。更加殘酷嘅係，黃又曾一共有8個子女。案件爆發之後，其中7個被判刑，6個更先後入獄。當父親喺美國豪宅冚冷氣、做按摩、食大餐，幾個親生仔女就喺台灣出入法庭同監獄。呢個老人家最後亦冇返台灣接受審判，佢喺美國逍遙咗足足9年，直到89歲嗰年，為咗幫孫女籌備婚禮而深夜出門，座駕喺加州高速公路遇上嚴重連環車禍，車身被撞到變形，火勢瞬間吞噬成架車。黃又曾最終就死喺火海入面。問題係，一個少年時只係做小買賣，後來靠人脈同手腕上位嘅人，點解會一步一步走到掏空731億，連自己親生骨肉都一齊拖落水嘅地步？黃又曾1927年出生喺湖南長沙，佢細個屋企環境唔算好，10幾歲就去舅父嘅雜貨鋪做學徒。對一個冇背景、冇家底嘅後生仔嚟講，嗰陣最實際嘅出路唔係讀幾多書，而係學識點樣同人打交道，點樣做買賣，點樣由一單細生意再滾出下一單。18歲左右，佢已經開始自己出外跑生意，賣棉紗同日用品。呢段經歷未令佢發達，但就訓練出一種日後非常重要嘅能力。佢好識睇人面色，亦好明白生意唔只係貨物同價錢，更多時候其實係關係。1949年，黃又曾去到台灣，當時佢手上已經積落一批黃金，算係比一般初來碰到嘅人有多一點本錢。佢將其中一筆資金借俾朋友開毛巾廠，點知朋友根本唔係做生意嘅材料，廠好快就做唔住，借出去嘅錢亦還唔返。換轉普通人可能只會追債追到反面，但黃又曾諗法唔同。朋友既然冇錢還，不如直接將間廠抵俾佢。就係咁，佢陰差陽錯攞到人生第一間實業工廠。表面睇好似係一次蝕錢之後嘅補救，但對黃又曾嚟講，真正學到嘅其實係另一樣嘢。如果你掌握咗對方最弱嘅一刻，原本屬於人哋嘅資產都可以變成自己嘅籌碼。不過毛巾廠並唔係令黃又曾真正進入上流圈子嘅地方。佢後來經營台北相當有名嘅仙樂絲舞廳，甚至做到舞廳同業工會理事長。今日回頭睇，一間舞廳好似只係娛樂場所，但喺當時嘅台北，呢啲地方其實係政商名流、企業老闆、各路勢力互相接觸嘅交叉點。邊個有錢，邊個有權，邊個同邊個有交情，喺舞廳做得耐，睇得比一般人清楚得多。黃又曾喺呢種環境入面如魚得水。佢嘴甜，識做場面，對唔同身份嘅人用唔同方法相處。對有權勢嘅人，佢可以放低身段；對有利用價值嘅人，佢可以耐住性子，慢慢培養關係。佢亦好快睇明一件事，靠自己賣毛巾、開舞廳可以賺錢，但要真正做大，靠嘅唔係每晚收幾多台錢，而係一定要搭上一個有資本、有產業、有政商網絡嘅靠山。真正改變佢命運嘅人就係翁明昌。翁明昌當時手上掌握街面同力霸等企業，生意牽涉水泥、麵粉、松竹。做呢種規模嘅生意，
唔可能所有事都由老闆自己出面，尤其係一啲人情往來、協調關係唔方便擺上台面處理嘅雜事，更加需要一個夠醒目、夠聽話又肯跑腿嘅人。黃又曾正正睇中呢個位置，佢跟住翁明昌之後表現得非常忠心。老闆要見邊個，佢幫手安排；老闆有咩需要，佢第一時間走去處理。甚至平時端茶遞煙、照顧生活細節，都做到比一般下屬更加周到。時間一長，翁明昌對佢越來越信任，唔單止當佢係跑腿，而係開始將公司重要事務交俾佢處理。從旁人眼中睇，黃又曾似乎只係一個對老闆極度順從嘅得力助手。但問題係，一個人每日幫你處理核心事務，亦等於每日都更加清楚你公司點運作，邊個股東可以拉攏，邊啲部門掌握公章同財務，屋企幾個仔女有幾多能力。翁明昌生前可能從來冇諗過，自己親手信任同培養嘅人，日後會喺佢死後成為翁家最大嘅對手。1977年，翁明昌突然病逝。呢一下，成個局面即刻變咗。翁家幾個仔女仲後生，最大嘅兒子翁大明都只係20幾歲，對公司核心業務同權力結構未算熟悉。正常情況之下，老臣應該扶少主接班，但黃又曾睇到嘅唔係責任，而係機會。佢跟翁明昌多年，太清楚公司邊啲人可以站到自己嗰邊。亦知道翁家後生一代未有足夠人脈同控制力，佢心入面埋咗多年嘅野心，喺呢個時候真正浮上水面。翁明昌屍骨未寒，黃又曾已經聯同一批早就建立好關係嘅老股東，迅速控制公司財務、公章同董事會。等翁大明同幾個弟弟想返公司主持大局時，先發現自己明明係創辦人嘅仔，卻連公司大門都未必入得到。黃又曾一邊排走忠於翁家嘅舊人，一邊用公司制度同法律程序穩住控制權。翁家幾個後生仔冇足夠資金，冇足夠人脈，同一個已經喺公司內部經營多年嘅老手鬥，根本唔係同一個級數。最後，翁大明只能帶住剩低嘅資源離場，自立門戶。呢一年，黃又曾50歲，由一個喺舞廳同人斟茶遞水，靠睇人面色揾機會嘅角色，變成真正控制大型企業嘅老闆。對佢嚟講，呢次唔止係身份改變，而係證明咗一件事：只要識得掌握權力真空，識得將關係、人情、制度同股權一齊用，唔一定要由零開始，都可以將一個現成帝國變成自己。亦正正係呢一步，令佢之後嘅膽越來越大。攞到控制權之後，黃又曾冇打算守住原有生意慢慢做，佢開始將商業版圖快速擴張。1982年，佢喺台北開力霸百貨；1986年又起力霸大飯店、水泥、重塑、百貨、酒店，只要睇到有機會，佢都想踩入去。生意越做越大，佢亦更加清楚，單靠企業本身嘅收入並不足以保證安全。喺嗰個政商關係非常緊密嘅年代，大老闆要保住生意、拿到資源、處理危機，就一定要同權力保持距離，又保持關係。黃又曾最擅長嘅，偏偏就係經營關係。佢開始大量參加商會同各種政商活動，俾錢送禮請客做場面，逐步將自己由商人推入政治同商界核心。後來佢做到國民黨中常委，又出任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去到呢一步，外界見到嘅黃又曾已經唔再係昔日舞廳跑腿，而係西裝筆挺出入高級場合，身邊永遠有人前呼後擁嘅黃佬。唔少人將佢包裝成白手起家嘅商業傳奇，但真正熟悉佢發跡過程嘅人
都知道佢第一桶真正令身份翻轉嘅巨大資本，唔係靠發明新產品，而係由老東家死後嘅權力真空入手。但做水泥、酒店同百貨喺黃又曾眼中仍然太慢。水泥要一噸一噸賣，百貨要一件一件做營業額，酒店亦要靠一晚一晚收房租。真正令佢覺得可以將財富快速放大嘅係金融，因為當你做普通企業，你要向銀行借錢，但如果銀行本身都係你控制，遊戲規則就完全唔同。1992年，台灣開放新銀行執照申請，黃又曾把握機會拉資金跑關係，最後創辦中華商業銀行。之後佢又將友聯產險納入自己控制範圍。表面上呢個時候嘅力霸集團好似由傳統產業正式升級成金融集團，企業版圖更加完整。但對黃又曾嚟講，銀行同保險公司最吸引嘅地方唔係金融服務，而係入面長期聚集住大量唔屬於自己嘅錢。以前佢要借錢需要俾人審批，而家審批嗰一邊都係自己人。真正危險嘅事情就係由呢度開始。黃又曾首先大量設立人頭公司。所謂人頭公司，表面有公司名、有董事、有登記資料，但實際上可能冇真正業務，甚至連正常員工都冇。佢叫身邊員工、司機、親戚朋友提供身份資料，用呢啲人嘅名義去成立公司。幾年間，相關人頭公司多到超過100間。有啲公司名義上嘅負責人只係一個司機或者普通會計，自己都未必真正明白點解名下突然出現幾億甚至幾十億嘅資產同債務。人頭公司只係外殼，真正令資金可以大規模流出去嘅，仲包括一套睇落好似好專業嘅假交易。今日一間公司話向另一間公司買幾千萬水泥，聽日又話出售幾億重飾品，合同、發票、財務報表全部做得有板有眼。當報表被包裝成一間年年賺錢、資產雄厚嘅企業之後，再去銀行借錢就容易得多。原稿資料入面甚至形容過一種典型做法：一幅市場價可能只值2000萬嘅土地，經內部評估可以被寫成2億，再用呢個被大幅推高嘅價格做抵押，向自己控制嘅銀行借出同樣級數嘅巨款。從紙面望落，每一關似乎都有文件，但文件背後嘅買賣、估值同還款能力早就同真實世界脫節。更加麻煩嘅係，基層員工好多時只知道老闆叫自己簽名，卻未必清楚張紙最後會變成咩。有人俾身份證副本，有人喺擔保文件上簽字，有人只當係幫公司做行政手續。等到案件爆發，先發現自己個名早就被放入一個放大資金遊戲入面。黃又曾之後再指使人做假腸做交易，令呢啲冇真正生意嘅公司睇起身盈利理想，有買賣、有資產、有現金流，好似全部都係正常企業。下一步先係整套手法最核心嘅地方。人頭公司拎住做靚咗嘅財務報表去黃又曾控制嘅中華商銀申請貸款。正常銀行要查資產、查抵押、查還款能力，但喺呢個體系入面，審批變成形式。原本只值幾千萬嘅土地，可以透過內部評估變成幾億。一幅價值唔高嘅舊物業，只要報告寫到足夠漂亮，就可以變成巨額乃款嘅抵押品。銀行職員就算知道有問題，又有幾多人敢直接同真正掌權嘅老闆講唔批？於是，一筆又一筆幾億級數嘅資金就由銀行流去人頭公司，再由人頭公司轉入集團其他公司或者黃又曾可以控制嘅地方。貸款到期還唔到，唔代表遊戲結束，反而可以再開另一間公司，再借一筆更大嘅錢去還上一筆。借新還舊，左手轉右手，
表面上每一張文件都有公司、有抵押、有流程，實際上底層根本冇足夠真實生意支持。後來司法部門用無軌搬運去形容呢類操作，意思就係錢喺帳面上不斷搬來搬去，最後真正承擔風險嘅始終係銀行同存戶。黃又曾亦將手伸入有聯產險，保險公司每日收取大量保費，本來應該用嚟承擔未來理賠同投資風險，但部分資金被調去買自己集團旗下公司股票，托高股價，又或者借俾相關人投公司。由1998年前後一路去到2006年，前後近9年，力霸中華商銀、有聯產險同大量關係企業之間不斷互相挪用資金。外面睇，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入面睇，實際資產同債務已經開始嚴重失衡。啲錢去咗邊？一部分用嚟填其他虧損公司嘅窿，一部分落咗股市托價，一部分成為各種政商應酬同維持豪華生活嘅成本。問題係呢種玩法最怕時間，因為假公司唔會突然變成真正賺錢嘅公司，貸款利息卻每日增加，每次用新錢填舊窿，只會令下一次需要借得更多。就好似一個雪球由山頂一路滾落嚟，開頭仲可以用手推住，到後面已經大到冇人擋得住。去到2006年下半年，個窿終於接近失控。按案件調查數字，相關偷空金額累積到731億新台幣。中華商銀嘅問題已經唔再係一兩筆壞賬，而係成個體系嘅資產質素都出現嚴重危機。監管部門開始留意異常，市場亦逐漸聞到唔對路。正常人去到呢一步，第一反應可能係想辦法救公司，或者至少留低面對後果。但黃又曾諗嘅係點樣先保住自己。2006年12月底，喺力霸集團即將出現重大財務危機之前，黃又曾再做咗最後一個極具爭議嘅動作。佢指使中華商銀仁愛分行再批出8億新台幣貸款，之後透過私人渠道同海外窗戶迅速將資金回走。呢8億對已經有700幾億窟窿嘅集團嚟講，根本救唔到公司，但對一個準備走佬嘅人嚟講，就係之後喺海外生活嘅安全鑲。佢留低嘅係債務、存戶、風險同司法責任，帶走嘅係自己仍然可以控制嘅現金。2006年12月30日深夜，台北桃園機場，已經80歲嘅黃又曾同四方太太黃金世英帶住前往上海嘅機票離境，對外講法係去內地考察同治病。機場職員見到嘅只係一個年紀老邁、行路已經唔算利索嘅商人，冇人知道幾個鐘頭之前，大筆資金先啱啱被轉去海外。更加諷刺嘅係，連留喺台灣嘅仔女都未必知道，父親今次唔係普通出差，而係根本冇打算再返去。黃又曾前腳一走，力霸後腳就爆。2007年1月4日，集團旗下2間核心上市公司突然宣布向法院申請重整。消息一出，市場第一個問題唔係百貨同酒店點算，而係中華商銀會唔會出事。對普通存戶嚟講，銀行入面嘅錢唔係報表上一行數字，而係買樓首期、退休金、仔女學費，甚至成世人儲落嘅安全感。於是第二日一早，各地中華商銀門口開始排長龍。力霸申請重整嗰一下，對市場衝擊之所以咁大，係因為普通人根本分唔清集團公司之間究竟邊間有問題，邊間仲有錢。大家只知道力霸出事，而中華商銀又係同一個體系，最安全做法自然係先攞返自己啲錢。所以唔少分行天未光已經有人排隊，開門之後提款機同櫃台現金快速被抽走，有人一邊排一邊打電話叫屋企人拎存摺，
有老人家將成世積蓄放喺銀行，見到條人龍越來越長，情緒幾乎崩塌。呢啲畫面令一宗原本好似只關乎企業財務報表嘅案件，突然變成每個普通家庭都感受到嘅危機。人群越排越多，有人未天光已經到，有人情緒激動拍門，有人擔心提款機先俾人浸清，拼命想將戶口資金搬走。幾日之內，大量存款被提走，銀行資金鏈迅速惡化。為咗避免問題擴散成更大金融風暴，台灣監管方面只能緊急介入，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接管中華商銀，再用大量公共資源處理善後。到呢一刻，王佑曾過去多年喺集團內部玩嘅資金遊戲，代價已經唔再只係佢自己公司蝕錢，而係由成個社會一齊埋單。檢調隨即大規模搜查力霸集團總部同王佑曾住所，文件散亂，相關資金同核心人物卻已經不見。查出入境記錄之後，大家先確認王佑曾早喺重整消息公開之前離台。台北地檢署之後對佢發布通緝，將佢列入重大通緝對象，相關背信、洗錢、擦黐等罪名多達14項，求刑30年。另外追討巨額罰款。陪住佢離開嘅黃金世英亦面對重刑求刑。問題係紙上面可以判得幾重都好，人已經唔喺台灣，真正執法難度完全係另一回事。證主捉唔到，案件卻唔會停。王佑曾一共有6個仔、2個女、8個子女，入面好多人長期喺力霸或者關係企業掛名做董事高層。父親離開時冇帶走佢哋，亦冇將大量有風險嘅文件處理掉。相反，假槍、人頭公司、擔保、貸款文件仍然留喺台灣，而好多文件上面都有子女簽名。檢方一追落去，7名子女被列為被告。呢個時候，王家先真正明白，父親走咗之後，留低嘅唔只係一間爛尾企業，而係一個足以將全家拖入法庭嘅巨大法律黑洞。2007年9月，台北地方法院開審力霸案，涉案被告多達107人，律師團亦非常龐大，普通法庭根本坐唔落，法院甚至要將大禮堂改成臨時法庭。王佑曾幾個仔女按編號坐低，彼此最關心嘅問題已經唔係集團仲值幾多錢，而係自己究竟簽過幾多份文件，要判幾多年。最後8個子女入面有7個被判刑，其中6個更要實際入獄。父親喺海外逃亡，子女喺台灣坐監，呢個反差亦成為城中案件最刺眼嘅一幕。臨時法庭入面嘅場面亦非常罕見，被告人數太多，禮堂擺滿一排排椅，王家幾個子女同其他公司高層按照編號坐低，成個畫面甚至有啲似大型考場。王令台、王令一、王令林、王令潮、王令梅等家族成員一個個面色凝重，佢哋面對嘅唔係單純父親做過咩，而係司法會逐張文件追問，呢個名係邊個簽，呢筆擔保邊個批准，呢間人頭公司邊個掛名。對一個家族企業嚟講，平日老闆一句簽咗佢可能只係幾秒鐘，但去到法庭，每一個簽名都可以變成一條要逐項解釋嘅責任鏈。當中最受關注嘅係四子王令倫，佢本身算係王家幾個仔之中比較有能力嗰一個，早年想擺脫父親控制，自己出嚟發展，之後建立東森集團，做媒體、電視購物同零售生意，曾經相當成功。但因為佢仍然同力霸體系有關，又曾經喺父親壓力之下簽過一啲擔保同相關文件，力霸案一爆，佢亦走唔甩。東森受到重創，王令倫自己多次進出監局，前後坐咗4年幾。佢喺獄中讀咗200幾本書，
有人問佢恨唔恨父親，佢曾經承認一開始非常怨，因為父親突然走咗，連一聲提醒都冇，剩低嘅人卻要承受公司崩塌、司法調查同社會指責。但關得耐，佢最後只能同弟妹講，事情已經發生，仲可以點？公開談到父親時，佢仍然講過類似天下無不是父母嘅說法。有人覺得呢係孝道，有人覺得係無奈。無論點理解，都改變唔到一個事實：父親喺海外自由生活嗰幾年，佢嘅親生仔女確實為家族企業留下嘅文件同決定付出咗坐牢代價。而黃又曾並唔係一離開台灣就即刻順利到美國。2007年2月2日，佢同黃金世英去到新加坡樟宜機場，準備轉機飛落杉英。當時兩人手上持多米尼加護照。台灣方面收到行程消息之後，立即採取措施，希望新加坡方面將佢送返台北。對一個已經80歲嘅老人嚟講，呢一刻幾乎係佢逃亡生涯最接近被截停嘅一次。喺登機門同空皮位置，當執法人員準備處理送返台灣安排時，黃又曾同黃金世英做咗一件令現場所有人都呆咗嘅事。兩個人直接坐，甚至躺喺地上，攬住欄杆拒絕喐。黃又曾拍地踢腳，大聲喊。黃金世英亦不停抗議，話自己受到不當對待，仲聲稱身體有問題，甚至話如果硬拖上機會出事。新加坡方面面對一個80歲老人，又擔心強行拖行可能造成意外，現場就咁僵持落去。現場僵持期間，最尷尬嘅係航空公司、機場同執法人員全部夾喺中間。兩個老人家一方面大叫拒絕返台，另一方面又不斷強調健康問題。黃又曾更以心臟狀況作為理由，表示如果強行搬動可能出事。班機上乘客已經等緊，航班亦因此延誤。事件由司法問題變成一場公開鬧劇。對台灣方面嚟講，明明人已經近在眼前，但如果喺空皮硬拖一個80歲老人上機而引發傷亡，後果同外交爭議同樣難以承擔。黃又曾正正利用呢個最敏感嘅位置，將你敢唔敢硬嚟變成自己最後一張牌。呢場拉鋸前後持續11個鐘，相關航班亦受到延誤。最後新加坡方面放棄強行送佢返台，兩人獲准繼續前往美國。黃又曾靠住呢次極具爭議嘅鬧劇，硬係跨過最危險一關。等佢真正踏上洛杉磯土地，局勢就完全唔同。當時美台之間缺乏可以直接將佢引渡返台嘅安排，台灣手上就算有通照令，都唔代表可以直接喺美國將人捉走。對黃又曾嚟講，美國就變成佢最實際嘅避風港。去到加州之後，黃又曾冇過住一般逃犯嗰種東躲西藏、日日驚人敲門嘅生活。相反，佢用早前轉出去嘅資產，在南巴沙迪納一帶安頓落嚟，住入一間相當隱蔽嘅豪宅。屋入面有多間睡房，後院有大型泳池、桑拿設施同觀景位置，入口有長私人車道同鐵閘，外面好難直接睇到入面。佢年紀大，視力亦差，平日多數由黃金世英開住黑色奧迪豪華房車接送。豪宅本身嘅設計亦好適合一個唔想俾外界睇到嘅人。由街口望入去，先係一條長私人車道，再到鐵遮同對講系統。陌生車輛根本唔容易直接接近主屋。後院除咗泳池，仲有桑拿同休息空間。黃又曾年紀漸大，活動範圍其實已經唔算廣，但呢種生活同普通人想象中嘅逃亡完全相反。佢唔需要頻密轉酒店，唔需要日日改名換姓，亦唔需要縮喺細房度避人。只要大門關上，外面嘅通嘲、抗議同台灣新聞似乎都同佢隔住一重牆。
當地華人圈後來甚至摸清楚佢部分固定生活習慣。星期一夜晚，黃金世英會陪佢去聖蓋博一帶做腳底按摩，再去附近高級中菜餐廳食飯。黃又曾年紀大，講嘢唔多，點菜多數由太太代勞。見到湖南同鄉，有時又會多講幾句。埋單時，佢俾貼士相當大方，節日亦會派利是。對唔知內情嘅餐廳侍應同按摩技師嚟講，眼前只係一個有錢、年老出手闊透嘅華人老先生。好難想象，同一時間台灣另一邊仲有全戶因為力霸案追錢，佢嘅仔女亦因為相關案件出入監禁。有服務過佢嘅人形容，黃又曾去按摩店同餐廳時並唔張揚，甚至因為年紀大而顯得有啲慢吞吞。做完腳底按摩之後，黃金世英會扶住佢上樓食飯。餐廳裝修華麗，燈光同海派風格同佢喺台灣被通氹嘅身份形成強烈反差。佢俾貼士通常大方，節日又會向熟悉侍應派現金利是。呢種細節最令人不舒服嘅地方，就係佢唔似電影入面嗰種日日驚慌失措嘅逃犯，反而似一個已經退休，只係慢慢享受晚年嘅有錢老人。消息傳返台灣，當然引起強烈反感。有台灣民眾同華人團體去到佢豪宅外面拉橫額，用擴音器叫佢返台受審。記者亦不時追問黃金世英，黃又曾究竟幾時肯面對司法？但豪宅大門一關，黃又曾就幾乎可以將外面所有聲音隔絕。佢照樣生活，照樣食飯，照樣享受。去到呢一步，最令人氣憤嘅唔止係佢有冇錢，而係一個造成巨大金融爛攤子嘅核心人物，竟然可以喺法律真正落到佢身上之前，將距離變成保護罩。一年又一年過去。去到2016年，黃又曾已經89歲，台灣方面嘅通訟仍然存在。當年求處嘅30年刑期就好似一把一直圈住但落唔到地嘅刀。9年時間，佢啲仔女有人坐完一段，又再面對其他司法程序，力霸案受害人亦有人到老，都未必完全攞得返損失。黃又曾就似乎真係捱過咗最危險嘅時候。以佢當時年紀，如果再平安生活幾年，可能真係可以喺美國壽終正寢，永遠唔使企上台灣法庭。但最後令佢人生突然收尾嘅，唔係警方特搜，唔係引導，亦唔係法官宣判，而係一場本來應該充滿喜氣嘅婚禮。2016年5月下旬，黃家正忙住為孫女婚禮做準備，呢個孫女正正係四子黃令倫嘅女兒。黃又曾作為家族長輩，雖然身份仍然係通眾人物，但亦想幫手處理婚禮事務。5月27日深夜，黃金世英開住嗰架黑色奧迪，黃又曾坐喺後座，兩人沿加州10號州際公路行駛。凌晨時分，前方交通突然出現意外，幾架車急剎同追撞，最後演變成5車連環碰撞。黃又曾乘坐嘅奧迪夾喺車流中間，後方重型車猛烈撞上，成架車被向前擠壓，車門同車身迅速變形。更加致命嘅係，現場有燃油洩漏，火勢好快蔓延。原本只係一場交通事故，幾秒之內變成火海。撞擊之後，現場情況非常混亂，奧迪前後都被重壓，車門嚴重扭曲。黃又曾坐喺後排，年紀又大，本身行動能力已經有限，根本冇可能靠自己迅速離開。燃油一旦起火，救援時間只係以秒計。黃金世英勉強由車內爬出之後，回頭想拉丈夫，但自己雙臂亦被火灼傷，車廂又變形到幾乎冇位置發力。其後到場人員同路過司機冒住火勢同可能爆炸嘅危險，將人拉出。
呢個畫面同9年前新加坡兇皮形成一個非常殘酷嘅對照。當年佢用盡方法拒絕俾人抬上返台灣嘅飛機，9年後一班陌生人就喺火海邊緣拼命將佢由車內抬出。坐家鼠位嘅黃金世英受傷後設法爬出車外，佢回頭想救黃又曾，但後座已經被撞到嚴重變形，人亦卡死喺入面。路過司機同現場人員之後冒險上前，合力將黃又曾由燒焦變形嘅車廂拉出，但一切都太遲。89歲嘅黃又曾因為猛烈撞擊同嚴重灼傷，當場失去生命跡象。嗰個喺新加坡兇被躺足11個鐘都唔肯返台，之後喺美國躲過9年司法追捕嘅老人，最後就咁死喺加州高速公路火海。消息傳返台灣之後，社會反應非常複雜，有人覺得詩書，有人覺得係一種諷刺，亦有人第一時間諗起當年喺銀行門口排隊嘅存戶同入撥嘅黃家子女。黃令能知道父親死訊之後，仍然希望可以去美國奔喪。無論過去有幾多怨，父子關係去到死亡，一刻都唔係一句恨或者唔恨可以完全講清。法律層面上，黃又曾一死，亦令針對佢本人嘅刑事追訴失去繼續審理嘅可能。原本涉及嘅14項罪名，30年求刑，再冇機會由佢本人親身面對判決。731億新台幣嘅巨大爛賬，亦唔可能再單靠追究佢個人責任就補得返。對受害人嚟講，呢先係成件事最殘酷嘅地方。法律可以記錄罪名，可以通訊，可以判其他涉案者，但一個人只要成功將時間同地理距離拉開，有時候司法未必追得切。睇返黃又曾成世人，佢唔係一開始就掌握700幾億，亦唔係天生就坐喺銀行董事長張椅。佢由細生意開始，學識睇人，識做關係，靠舞廳進入政商圈，靠侍奉老闆取得信任，再喺老闆突然離世之後，搶住權力真空，將自己由下屬變成主人。之後佢將同一套思維一路放大，公司可以借關係控制，金融機構可以變成資金工具，人頭公司可以變成紙上通道，甚至去到最後，連家人簽過嘅名都變成佢離開之後要承受嘅風險。最值得問嘅，未必只係黃又曾點解咁貪，而係佢每一次越過界線之後，點解都仲可以再行下一步。第一次係利用權力真空，第二次係擴張政商關係，第三次係將銀行同保險資金當成自己可以調動嘅錢，之後再用新債掩舊債。每一步當時都可能有人配合，有人沉默，有人覺得只係做一份工。等到所有細小選擇加埋，先變成731億嘅巨大黑洞。黃又曾確實避過咗台灣法庭對佢本人作出最終判決。佢喺美國住豪宅，做按摩，食好嘢，過咗9年相對安穩嘅日子。從純粹結果睇，佢一度好似真係贏咗，但佢留低嘅代價係一個放大金融爛攤子。受損嘅存戶，被拖入案件嘅員工同親人，仲有幾個親生仔女入結。最後嗰場火只係結束咗佢嘅生命，並冇將前面發生過嘅事一筆勾銷。真正令人記住黃又曾嘅，亦唔係佢曾經做過幾大老闆，而係一個人可以靠精明同關係上到幾高，又可以因為貪婪同無底線將幾多人一齊拖落去。